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yan， 歡迎收睇爆卡頻道。今集同大家開埋呢個 QCAC 今日遊戲王25周年卡盒，咁就今集嘅第3集，咁事不宜遲，即係開始。OK， 咁我哋就去到第5盒，係啦，都去到第5盒。OK。哇！死蘇嘅半轉，呢個係另一個版本嚟嘅，係啦，死蘇，竟然都唔錯喎，真係死蘇呢個版本竟然有召喚魔術，哇咩事 ？OK， 第一張。OK， 第一張唔知啦嚇，總之唔係我想要啊。OK， 雙子。OK， 咁快已經佔咗個位。轉身驗收。哇！召喚魔術 ，OK， 睇到啦。召喚魔術係啦。哇！今次好快喎，係啦，咁就開埋佢啦。之前都係仲有，黑魔女，哇！好似好少中到黑魔女嘅金量喎。OK， 金量都唔難中嘅咩？黑魔女唔緊要，閃刀起動。正如第一集所講，係有可能會中到3張㗎，睇下我搏唔搏到。黑魔女天庭號，哇！呢一張成日中半轉。OK， 咁呢盒嘅成績就係呢兩張。咁啊，開另外一盒啦。OK， 咁我哋就去到第6盒，咁就加快少少時間，我就剪晒佢先啦，開晒佢先。OK， 閃刀浮幽，青眼白龍，終於開到啊！都係激流裝。哇！閃刀，哇！終於抽中你喎閃刀，但係半轉嚟嘅啫，都 OK， 但係 OK， 靈視雙子召喚魔術，羽毛掃，哇 OK 喎。二圖嘅強欲金碗之壺，呢個二圖嚟嘅 ，OK， OK， 好，第2張嚟啦 ，OK， 第2張。都唔錯呢一張，第2張 OK， 咁就完成。第6盒就呢兩張係啦，咁我哋總結一次先啊。OK， 咁我哋總結一次成績先啊，咁就呢張 OK，
同埋呢一張二圖金碗之壺強玉壺，唔錯嘅嚇，呢一張唔錯嘅，我幾鍾意。咁就係啦，今日嘅開箱去到呢度先。咁如果有興趣我條片嘅朋友，不妨訂閱同讚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